呢個白皮書咧，我個感受第一個就係嗰個而家呢個發佈時間咧，我覺得好適合啊！特別係即係我哋而家面對住個國際個形勢咧，你更加體會得到咧個國家安全嘅重要性啦。呢個白皮書啱啱就喺而家我哋睇到個國際嘅呢個大事，中東呢個亂局入邊個戰情入邊咧，安全唔係必然。原來咧，我哋如果唔能夠守住國家安全嘅話咧，就會面臨到外國對我哋嘅嗰個安全嘅影響，甚至會出現戰亂啊咁樣。例如由關稅戰、貿易戰去到科技戰，甚至生物戰啦，而家去到真真正正嘅戰爭啦嚇。呢啲都係影響住每一個地區、每一個國家嘅安全。咁呢個白皮書咧就提到有6個堅持啊。咁呢6點咧都係相當重要嘅。當然第一個就係呢個國安呢個唔單止係國家嘅本身嗰個主體責任啦，香港喺憲制上係需要有責任。咁呢兩個責任大家應該統一嘅。第二個當然就係香港係需要堅持我哋係愛國者治港。而最後嘅兩個堅持就係喺有個安全之後咧，我哋先可以得到發展，發展亦都可以令我哋嘅安全更加得到個保障。同埋呢個開放同呢個安全咧，亦都係冇衝突嘅。我哋喺保障國家安全嘅同時咧，香港係必須要繼續維持一個開放，去到繼續支持我哋嘅發展。咁係咧，某啲地方我哋睇到啦，仍然都係有啲呢啲咁嘅風險喺度，有啲軟對抗嘅實力喺度。包括喺我哋醫療衞生方面啲政策，其實醫療衞生本身咧係為所有人民好，所有市民好。其實應該大家都係去支持先得嘅。不過我哋睇到啦，呢啲咁嘅軟對抗分子啦，有時都係仍然未死心㗎。好似我哋喺2022年12月啦，當時一個跨境嘅器官捐贈，一個香港嘅4個月大嘅女嬰子希，佢急需一個心臟嘅移植，但係當時都面對一啲嘅聲音㗎，居然有人喺呢啲事上邊咧做嗰啲造謠啦，做一啲假嘅消息啊咁樣咧，從而係希望想抹黑咗呢個國家同香港嘅呢個合作啊。呢啲都係醫療衞生界嘅人員嘅通力合作咧，係救咗呢個 BB 女，其實係絕對值得慶幸嘅一件事。我亦都係希望咧呢種咁樣嘅一個機制係可以恆常化到嘅嚇。亦都好彩啦，香港嘅醫療衞生界嘅人同埋我哋嘅市民咧眼睛係雪亮嘅，救咗呢個小女孩。好明顯呢個係一個值得支持嘅一個舉動，就冇被到呢啲不法分子啊，呢啲不良嘅即係立心不良嘅人咧，再去造謠抹黑啊咁樣咧。咁呢啲係我哋喺成個醫療衞生發展嘅時候咧，都要牢牢咁記住嘅，有可能有呢咁嘅軟對抗出現。